廣東話教室，原來比字好有文化。小朋友，你有冇成日講俾我睇下？俾支筆我啊！俾字係廣東話最常用嘅字之一。而家試下講一句有俾字嘅說話俾我聽下。原來俾字唔係隨便出現㗎，佢其實好有歷史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本書叫《儀雅》，係中國古代一本研究文字嘅書。喺東漢時期，有位學者叫做許慎，佢喺《說文解字》入邊寫：俾，相付與之，意思係交俾人，送俾人。所以如果媽媽俾糖你食，即係媽媽送糖俾你。有啲人以為廣東話好口語，但其實好多廣東話都保留咗古代嘅文字，所以俾字唔單止係廣東話，仲係好有文化嘅文字啊！廣東話有時就好似一個時光盒，藏住古代留低嘅智慧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再按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